恁这个富足的人啊，应当靠题好考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恁的身躯顶。恁的财务歹了，以后也比虫仔加了。恁的经营拢中了寿，迄个寿要证明恁的不是，搁要食恁的肉，如同火烧恁伫即个末世，只知影积存天灾。工人甲恁收割庄稼，恁亏欠因的工钱，即个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迄个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恁伫世上享美福、好宴乐、当在台的日子，紧交养恁的心。恁定了义人的罪，甲因杀害。伊也无抵挡恁，兄弟啊，恁爱忍耐，直到主来看，农夫忍耐，等候伊第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恁也当忍耐，坚固恁的心，因为主来日子近了。兄弟啊，恁毋通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审判的主徛伫门前了。兄弟啊，恁爱甲先前奉主名讲话的众先知，当作会受苦、会忍耐的榜样。迄先前忍耐的人，咱称因是有福的。恁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影主予伊的结局。明显主是满心怜悯、大有慈悲。我的兄弟啊，最要紧的是，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。无论何誓，拢不可起。恁讲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免得恁落伫审判之下。恁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伊就该祈祷；有喜乐的呢，伊就该歌颂。恁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伊就该请教会长老来，因可以奉主的名，用油抹伊，为伊祈祷。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迄个病人，主必叫伊起来。伊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恁爱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互恁可以得医治。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甲咱是同款性情的人，伊恳求祈祷，求毋通落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无落伫地上。伊搁祈祷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我的兄弟啊，恁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互伊回转，即人就该知影，叫一个罪人对马路上转倒转来，便是救一个灵魂无死，并且惹砍真侪的罪。